歡迎大家嚟到收睇雪肌蘭健康教室。今日蔡康年同大家講個比較有趣嘅話題，就係心臟線粒體。大家都知道，人類嘅心臟咧年中無休，24小時咁樣不停泵血俾我哋身體唔同嘅器官，當中嘅核心咧就係心臟線粒體。其實我哋形容我哋嘅心臟咧，就好似一個好精密同埋係好設備完善嘅工廠，充滿生命活力。到底心臟線粒體係咩呢？不如請我哋嘅好朋友嘉賓，香港大學有機化學博士 Dr. 張仁傑博士，同大家講解一下。Dr. 張你好啊！你好。我想問下咧，呢個心臟線粒體咧點樣影響我哋心臟功能，甚至乎咧我哋成個人嘅身體健康呢？其實要解釋線粒體係咩呢？其實唔係咁難嘅啫。咁做個比喻啦。咁我哋身體好似一座城市咁線粒體就係呢座城市嘅發電機。咁佢係負責合成 ATP， 製造超過90%嘅能量。其實線粒體係唔會停止工作嘅。咁一個人就算你喺度休息或者瞓覺，身體都仍然喺度進行緊代謝，去幫助修復受損嘅細胞同埋組織。而當中人體嘅每一個運作都係需要運用線粒體去持續供電，應付一切嘅活動。大家都知啦，我哋嘅心臟咧不停咁泵血俾我哋身體所有器官。咁啊，假設當你嘅身體好似你屋企咁樣，屋企裏邊所有電器咧都開晒佢，而家心臟咧提供電力咧就係俾我哋所有器官。心臟不停咁跳，咁即係咪用電會用好多嘅咧？冇錯啊，因為人嘅心臟每分鐘係跳60至80次，咁總共可以泵到大約5.6升血。一年就3000噸噶咯喎，3000噸。嗱，呢個概念好大，即係等於啲乜嘢呢？即係可以充滿咗一個奧運會標準嘅泳池。心臟負擔咁大量嘅工作，所需要嘅能量就自然會多啦。咁對於高度消耗能量嘅器官，亦都好需要大量嘅 ATP 應付心臟肌肉嘅細胞，即係心肌細胞持續嘅跳動，泵送血液到全身。既然大家已經知道心臟用電量係咁大啦，對於心臟線粒體需求一定要好多。Dr. 張，我想問下啦，如果我哋身體咧，即係假如唔夠線粒體，供不應求，會唔會供電唔夠？咁對我哋嘅心臟健康會有啲咩影響呢？因為由於線粒體提供嘅能量俾心臟嘅運作，一旦能量不足，其實有3重打擊心臟嘅健康。首先係心臟機能下降。心臟肌肉嘅收縮能力下降，就會自然會令到心臟泵血功能就會受損，可能引發心衰竭。第二就係增加自由基氧化嘅心臟，因為冇足夠嘅能量去修復損傷嘅 DNA 咧，就會促進發炎嘅反應，加速心肌細胞嘅死亡，令到心臟老化。第三就係鈣離子平衡嘅失調，如果未能平衡細胞內嘅鈣離子嘅濃度咧，係會影響咗心肌收縮嘅功能，增加心律不正嘅風險。好啦，既然我哋知道有3個咁大嘅問題啦，到底有啲咩原因咧，會令到我哋心臟線粒體失衡，或者係會導致有異常呢？其實有幾個原因嘅，例如所有人都要面對嘅問題就係年齡增長，因為線粒體嘅運作本來就係隨住年老而老化，功能漸漸減弱。而其他嘅原因咧，大部分同都市人都息息相關，例如營養不足、日常偏食啦，經常食煎炸食品同埋高糖分嘅飲食，都會令到身體缺乏所需要嘅營養，變成慢性發炎嘅體質，又會促使線粒體功能嘅變弱。第二就係毒素同埋重金屬，食物中例如海產啦、菜啦、食品嘅防腐劑啦、煙酒、藥物等所含嘅添加劑同埋重金屬，其實都係會破壞線粒體嘅功能，造成腦啦、肝、心、腎嘅病變。其次就係壓力，長期壓力或者短時間嘅巨大壓力都係會造成線粒體嘅衰退凋亡。咁空氣污染包括食煙啦、懸浮嘅微粒啦，即係俗稱你成日聽 PM2.5啦，冇錯啦，以及其他化學嘅污染咧、石化工業等。輻射、醫療嘅放射嘅治療或者診斷嘅輻射、高壓嘅電塔、電磁波等等，連太陽嘅紫外光其實都係會產生嘅輻射，損害線粒體嘅完整。Dr. 張，咁我哋要做啲咩先可以確保我哋身體裏邊咧有足夠呢個心臟線粒體去應付我哋嘅心臟所需呢？咁我就建議可以揀選啦合適嘅健康產品，有助保護線粒體嘅完整，達到養護心臟。
呢個我聽過喎。有人話俾我聽咧，個叫 COQ10咁嘅嘢啊嘛。嗱，你咁講就唔專業啦嚇。咁如果專業嘅叫法就應該係 CoQ10 啊，因為佢全名叫 Coenzyme Q10 啊。咁 Coenzyme Q10 有幾多種類嘅咧？分兩種嘅其實啊，一種係還原型嘅高 Q10，一個係氧化型嘅高 Q10。咁還原嘅高 Q10無論喺吸收率同埋我哋可以細胞利用到嘅率都係高幾倍嘅。咁即係還原型嘅 CoQ10 好啲啦。有啲咩功能咧？研究顯示咧，補充 CoQ10 係有助於改善心肌嘅收縮力，強化心臟泵血功能，促進血液嘅循環，維持心臟嘅活力，並改善心肺嘅功能，減低突發性心臟問題嘅風險。配合優質魚油嘅 Omega 3號嘅 DHA， 發揮協同嘅效應，更加有效維持心臟嘅健康。第二就係能量生產 ，CoQ10 係促進線粒體製造能量 ATP 嘅關鍵成分，幫助轉化食物中嘅能量俾細胞嘅利用，持續穩定咁提高能源俾心臟，配合優質嘅 DHA 產生協同嘅效應。佢嘅高脂溶性嘅特質令身體更加容易吸收，全面提升能量，精力充沛。Doctor 張啊，睇開雪肌蘭健康教室嘅 fans 都知道，你好中意話俾我聽，呢個健康食品咧有抗氧化功能啊嘛。呢個還原型 CoQ10 有冇嘅咧？你都知道喎嚇，CoQ10 事實係一個抗氧化特性好強嘅一個營養素，有助平衡自由基，減少氧化對心臟細胞嘅損傷，保護線粒體嘅功能嘅完整。第四就係降低藥物嘅副作用，有一類人係要服食一種藥物叫他汀類嘅藥物嚟降膽固醇。咁食呢種藥物其實就除咗會抑制膽固醇嘅合成咧，其實佢同時亦會抑制 CoQ10 嘅合成嘅。咁所以結果就會影響咗心肌嘅細胞，所以更加重要係要補充足夠嘅還原型嘅 CoQ10，維持心臟嘅健康。有好多文獻都指出，還原嘅 CoQ10 係有助於副作用嘅下降，控制血脂效果比單獨用藥會更加好。了解咗咧還原型 CoQ10 嘅功能之後咧，Doctor 張啊，其實呢個世界上面仲有好多健康食品噶嘛，有冇邊啲我哋都可以食咗落去咧，可以幫助我哋心臟嘅線粒體嘅功能咧？咁當然係有啦 ，SOD 嘅協同配方都係一個好嘅選擇。咁可以做到第一抗氧化啦 ，SOD 係體內主要嘅抗氧化物。補充到 SOD 協同嘅配方咧，可以令到抗氧化嘅效能提高8倍，減少自由基損害嘅細胞，保護線粒體不受氧化嘅生鏽。第二就降低發炎嘅問題 ，SOD 嘅抗氧化嘅作用係可以減少發炎嘅反應，預防因慢性炎症損害心臟健康同埋線粒體。另外亦可以促進修復嘅細胞，預防氧化嘅損傷。SOD 係有助於心臟嘅細胞修復同埋再生，進一步確保線粒體正常嘅運作。咁除咗食咧還原型 CoQ10 或者 SOD 啲健康食品之外咧，我哋自己有啲咩可以做，令到身體健康啲咧？咁當然要配合均衡嘅飲食啦，多啲食原形嘅食物，少食加工啦、精製嘅食品，攝取富含抗氧化劑嘅營養，咁先至可以有效保護線粒體。另外就係要恆常嘅運動，有氧嘅運動係可以增加線粒體嘅數量同埋效率，提升能量嘅代謝。另外舒緩壓力都好重要，壓力係會產生過多嘅自由基而損害線粒體。保持心境嘅愉快放鬆係有助於減少嘅壓力，係達至保護線粒體。瞓多啲覺得唔得嘅咧？當然啦，優質嘅睡眠係有助於細胞嘅重建同埋修復線粒體。多謝晒 Doctor 張今日喺雪肌蘭健康教室帶俾我哋咁多有用嘅健康資訊，大家記得 share 分享俾你身邊有需要嘅朋友，同埋記得要 like 同埋 subscribe， 即係撳埋個鐘仔。咁我哋咧雪肌蘭健康教室嘅最有用嘅健康資訊可以第一時間送俾你。今日時間差唔多啦，下次再見，拜拜。拜拜。